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九龍城揾食，喺宋皇臺站 B 出口直行，上扶手電梯 B3 出口。呢間鋪頭出名食沙爹牛肉火鍋，但我哋今日唔食火鍋，先試下佢哋嘅午市優惠炒粉麵，都係38蚊，睇下性價比高唔高。到咗鋪頭，原來地方好大，3個門面。大家記得行中間位置入店鋪，台凳都好懷舊，台面有一個舊式煤氣爐，好特別。去到都有啲肚餓，急不及待先嗌2個午市特價炒粉麵，一個係沙爹牛肉飯，另一個係乾炒牛河。如果唔飲汽水飲品，佢有茶水供應。嗰日是星期六，店鋪已經好多人，有外國遊客，見到啲食客都食到甜甜脷，先嚟一個沙爹牛肉飯。目測有10件牛肉，食落去都幾好味。牛肉好腍，一啲都唔柴，但係比想象中唔辣。啲汁撈埋飯一齊食，呢個辣度老人家一般都接受到，可以放心食。跟住就係乾炒牛河，嚟到聞到非常有鑊氣。牛肉目測都有10多件，河粉撥開時感覺有熱氣衝出來，非常有鑊氣。份量不是好大份，正常茶餐廳份量。食嘅過程覺得河粉非常熱，大家進食時要小心越親條脷。牛肉有一半以上都是好腍，有1-2嚿有筋，整體都唔錯。最後買一個外賣俾屋企老人家試下，因為之前有買過其他鋪頭嘅乾炒牛河，啲牛肉都比較柴，老人家食唔到。今次呢個牛肉好腍，應該冇問題。等咗幾分鐘，外賣到，大家注意外賣要加2蚊。打開一陣，鑊氣夾雜蒸氣衝出嚟，非常之熱，相當有鑊氣。堂食2碟嘢加1盒外賣，今日消費共116蚊。店鋪晚市又提供沙爹牛肉及海鮮打邊爐，大家有時間都可以試下。午市特價套餐炒粉麵，我覺得都唔錯。有時間都可以再試下其他款。今日條片介紹到呢度，希望你哋鍾意，多謝支持，拜拜。